傾袋啊！你哋係咪好傾袋咧？做咩呢？哇，好恐怖啊！你睇你點揸車嘅？快點快點，這裡都是我的地方。哇，又是轉轉轉的，你看到嗎？又轉來轉，可以給我上車了嗎？確定嗎？是這邊嗎？哦，銀河啊。银河。銀色的。银色的。Hello， 各位宝贝们，我是卖车的小蚊子。还有他是没有，还有。Nicole。再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卖车的小蚊子 Nicole。今天我的隔壁呢就有一个这个 driver 叫做爱的人林啊，来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年3张的爱的人林。3张了。后面有一个也是3张了的。没有，我还没有3张，看不到我。Hello， 他 zoom 我。哇，我们是2个黑，然后一个 color。你这永远都是最 colorful 那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 support Omoda J-Crew。我是戴 Omoda J-Crew 的帽子。我们今天驾 Omoda J-Crew 的车，我们家的这个很多人期待的这款 J5。因为它的价钱是很亲民啊。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乌鲁央去吃糯米，有吗？有安排吗？还有我们去喝椰花酒。还有就是我们去住 Airbnb， 很美的 Airbnb， 叫 Twin Villa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？我们集体要去看星空啊！其实不是星空啦，是银河。哦，银河啊。银河。银色的。银色的。因为每一年呢，一段时间啊，喜欢摄影的朋友们呢，他们都会在这个好日子啊的时候，在晚上要去的。为什么要去乌鲁央这个地方？因为乌鲁央晚上没有灯的影响，我们城市太多那种建筑物了，所以会影响到那个暗度。要很暗的时候呢，你把你 camera 放它的 shutter speed 放到最慢，所以你把那个 shutter speed 放到最慢，然后就盯着你的 camera， 你就可以拍到那个很漂亮的 Galaxy 银河了。哇，那个灯光这样照下来，哇，你真的很漂亮哎！我 ，Oh my god！ Hello， 天窗的作用，前景天窗，真的很美耶喂！它完全就是没有感觉到上面有车顶这样的，它这个会热吗？它这个很宽，不会耶。然后它的风真的很大，我一直以为那个冷气是从上面照过来，我一看原来还在这一边，风好大哦。这样你觉得我们这里去到乌鲁央再回来有一桶 one tank challenge 一定可以啦！我们这里去才42公里罢了，可以哦，一定可以的。我们拭目以待哦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直接去 check in 啦。7点起来，7点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去验车，验了那个车，再拿多第2辆车去验，验到了回到公司1点了，够力了。哇，验2台车。这是 work-life balance 哎，忙碌的一天，然后现在就尽情的玩。人手不够啊，有谁要做我们的 salesman 呢？跟我们讲。我也想要参与，可以吗？我毛遂自荐，举手。还是需要男的来做 salesman 的，我都讲 salesman 了，不是 sales girl 了。哎呦 ，sales girl。每次我们上乌鲁央哦，都是早的。这次我是第一次10点多走乌鲁央，而且加 SUV 哦，我们跑烏魯央。跟有加 S70。你有冇信心啊？信心啊，有嘅，咩信心先？可以超過 S70冇？呢個踩哇！開心冇啊？哇！我要超越佢咗。咩啊？超越咗！哇！揸 SUV 上山，走山的嘛。哇，好刺激啊！我在後面要被飛走了，哇！來綁大先，綁大先。綁大，幫大！哇，好恐怖啊！你睇你點揸車嘅啊？佢又綁大咗。哎呀！我好像沒有住過這樣大的民宿，那個地都大到可以蓋一個皇宮了哇哦！沒有，一個就夠。欢迎来到燕燕的别墅，我们走咯，你走路咯。快点，
哇，又是转的，你看到吗？又转来转去。对哦，可以给我上车了吗？来，快点哦！来，他的家的地太大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载他上车。他不要给我上车。确定吗？是这边吗？拜拜。他真的不要上车，他走路啊。啊，因为你都没有停下来，人家要怎样上车？哎呦！街库的车哦，就是可以来 off road 的，虽然我没有 all wheel drive， 可是你看没有问题，我特地停，你再过来，看空的，看到吗？我现在选空没有问题的，这个车我讲可以 off road 的啦。这个地太大了吧？它只是建这样一小小2间罢了啊，这样大个地，整个皇宫都可以建哦。跑山跑得多了，来这边住没有了。哇，我觉得这个环境真的很美，加上现在又没有很晒，所以它的阳光拍 beauty shot 啊很漂亮，所以我就打算在这边拍了一个 shot， 然后我现在带你们参观，10几辆车来都没有问题，关键是这里面应该只能住20个人啊，所以主要的门就在这边哦，这个大门一进去，哇，好大，你看到吗？有的唱卡拉 OK， 可是好像只能唱到10点了哈。然后这里一个很大的沙发，哇，这个沙发真的很特别哦，加上这个好像以前皇帝睡的床这样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I think gaming room 啦 ，maybe 啦。他的房间呢都是可以有2张大床的，基本上睡4个人没有问题。而且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厕所，还有电动的马桶。这里是 room 2， 这是 store room 1。然后这边，哇，这个可以出到外面，我还以为是什么房间。还有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玻璃开出去，基本上这边是空啦，没有什么东西。那个呢是出后面的啦。哇，这个很复古，有没有？好漂亮，还有麻将。然后这个就是厨房啦。哦 ，room number 这里有人吗？没有。room number 7。哦，全部都有锁了的哈。还有一个特别吃饭的房在那边呢，拿那个玻璃出去。我一进去，这好像餐厅一样。啊，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接库的地方了啊！耶，这个风景太好了。现在想要去外面找吃的。哦呦，high tech！ 哇，真的？哎呦，wireless charging咧！你係咪有好多個 group 嘅 friend 咧？我都係有好多個 group 嘅，好多個閨蜜啊！今日咧佢哋喺一齊，我哋旅行喎。啊，我有點樣嘅火花咧，我好期待啊！你哋係咪好期待呢個 comment 啦？所以我哋爭啲同 JQ J5 嚟呢個烏魯音呢個係我哋嘅民宿嚟嘅。我哋有20個人一齊住，會有點樣嘅火花呢？我哋一齊睇 ，Let's go！ 來到這邊是 Ayam Gebuk。沒有。我們跑山的時候呢，好像多車的。哦，這個是橋，對。我們通常是來橋的。現在7點52分啊，我們來到這個 Kuala Kubu Baru，這裡有一個橋。OK， 熟這邊人懂的啦。然後這邊有一個湖哦，這個是真的晚上一黑哦，真的是伸手不見五指了。然後現在還有一點亮了哈，所以很漂亮一下。現在我也看到打雷了，我不知道等一下有沒有機會拍。反正我來到了。哎 ，Hello， 我們的 E-Class Coupe， 要不是那個車還在着着火的時候啊，你都看不到我在哪裡啊。開到了星空。所以這個方向是有了的啦。對，其實是有了的，只是現在因為一層雲在上面。太厚了，對。然後如果我們去左邊，我要拍起來，等下講什麼？所以這個是銀河，這是銀河，這個所以是不是有 Iron Man 在裡面？我不懂啦，啊，我是沒有看過啦。因為 Iron 看不懂用什麼 app 咧啊 Starchat， 我只知道我現在變 blind man 了。可是我真的看不到哎，我拍不到了。沒有，iPhone 也是可以找到有這個 app。哇，真的伸手不見五指。iPhone 好像是要付費。iPhone 要付費沒有？等一下。所以呢，
今天的天气没有那么好，很大雾啊，然后这边的确很凉。因为之前我来过半夜的时候是很热很拱啊，今天加上又下过雨啦，然后又特别的凉。可惜呢，这个天空就不作美了，就很大雾在那一块。如果那个雾不在的话呢，这样我们拍都是拍得到的。我LCY有没有一些好照片给他们看啊？有几张了哈？我的 AI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去酒店休息休息，要跑多半个小时到回去。经过这条山路 ，Let's go。10点45分，哎呦晒了哦，可是还是有一点凉风那样吹来，可见这个地方真的不错。早上听讲上不到云顶哦，Jason对吧？看你的 story， 应该是中 block 了咯。巴丹咖喱那边是上不到。哎，现在真的是8月礼拜跑山很险了啊！哇，我真的眼睛看不到哦。睡到这样迟，我的槟榔的朋友啊，真厉害哦，特地从槟榔开4个小时左右的摩托来到这边，我真的很佩服他。而且 top speed 也不快，才130最多，哇，厉害，佩服佩服。昨天晚上的战绩哦，吃不完的面，怎么这么硬？好厉害，还有做咖啡，还有特地有一个咖啡机，还有抹茶，还有什么东西吃吗？然后有面包可以有玉米，有玉米，哇！还有sweet potato。你问这个男生煮玉米要放盐下去吗？不知道。啊，你看，他不是茶茶吃的儿子。诶，是哦。车锁匙嘞，哇！你看这个杰库 J5 锁匙哦，多漂亮啊，特别是，通常我们看到钥匙，不然就是椭圆，不然就是圆，四四方方就像打火机那种感觉。觉得乌鲁央这个地方哦，真的是凉哦，虽然刚刚早上出来是晒，现在没有什么晒哦，有凉风的哦，比起 KL 真是好太多了。包包放这里，我的电脑包包放这里，女人都是慢的，等她慢慢赶过来了，就这样了。所以刚刚我们吃饱了，本来是讲不懂要去哪里，要去 cafe 啦，要去什么啦，等下又要排队的 cafe 啦，没有 slot 给我们呢。讲到最后呢，还是上云顶半山的 Starbucks。好吧，那反正我们竟然在巴丹咖喱这边，我们就直接上云顶了，也是可以驾一下我们这一台 Baby J7， 试一下 J5 的这个操控，对吧 ？J5 OK， 肯定好，我觉得我蛮满意它的操控啊。看我试驾云顶，我们就懂了啊。希望你们喜欢这种乱拍的影片，虽然我知道很无聊，至少可以在这段路呢体验一下我们这一台的 J 酷 J5 的这个操控还有动力哈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回家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，拜拜。